讲什么？讲啥都不要讲，你肯定要欺负人家的。以为就一个自恋的东西呢，你。哎呦！不让出门，不让出门，不让出门，回去吧。回家。这干什么的？看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走！啊！不要！看那句话不行。走，快点来下进来的呀！快走！快走！Dia kata bila cakap dengan orang, dia ada benda nak cakap. Cari orang yang boleh cakap Cina sebab dia nak cakap dengan orang tu.你这让我买什么嘞？他妈的，老子逛了半天。没有什么一些手就全部都是病人的。医生这里几乎怎么办呢？因为几个我们在这个。这个鸡蛋呢？让给我拉过来，让他吃啊！掉进来了，结果3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、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这就是定点医院的现状，没有任何人管。刚刚找领导，没有领导，领导也解决不了。这怎么走啊？1万多人了啊！武汉死了瘟疫啊，死了糖尿病的啊，急诊室的啊，病死的啊，躺死的啊，没人管的啊，好多。